种易善业，不贪心，断除贪心，当持舍心，不汉心，断除汉心，修饶益心。第一个是贪心然后断除贪心，然后不贪心，断除贪心等一下然后不害心，断除害心是吧？对。修饶益心。对。哎呀，那贪心的方面那就不用特别讲因为主要这一切都是我们怎么说呢？为了自己所造的业，根本是什么？都是贪嗔痴三个，所以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今天如果是在这个里面所讲的，在十不善里面所讲的贪心是什么？那就相当就是自己想要得到更多的，从小小的东西到大的东西那么这个每一个人的生活的这个层次不一样他的圈子不一样，所以就是有高层的、低层的、中层的，什么都有贪心，哪种人都有贪心。那么这些业力都是一样的今天如果是一个小朋友为了玩具哭闹，也是贪心那么内心当中带来他的这些业果也是一样的。今天如果是一个大人为了更多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你整天到晚都是因为太有贪心了，所以你就很多事情都是很多很多的怎么说呢？造业的事情都一一的发生你会去造业的时候呢，都是根本是贪心。所以本身贪嗔痴这三个来说到就是那么所有业障的根本。所以这个贪嗔痴三个的根本也是痴，愚痴。一切业力的根本就是愚痴无明分别出来的就是贪嗔痴然后伤害他人的心也是非常的严重的罪。所以这些都是内心里面相当就是不是真正的去行动上去做，比如说抢钱也好，偷钱也好，骗钱也好，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事情，都是你就是内心当中有这些的需求，你就心里就是想，如果是他的手上有一个好一点的东西，你想要得到这个东西，那你利用各种的办法，你今天去跟他说好话，然后请他吃饭，然后你去帮他做事情，到最后得到他那个手中的东西的话，实际上你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从法律方面讲的话，你是还可以的。从人的一个平常的实践人的一种正常的一种角度来看的话，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你去帮了他很多很多忙，你去帮他讲了很多很多好话那么你最后得到这个东西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在这个十不善当中呢，你的起心动念本身就是你有目的性的，因为你因贪嗔所感到你要去跟他讲好话你要去帮他，最后你得到了，所以你完全具备了这种贪心的罪过所以要断除贪心，而要布施，不贪心，然后要断除贪心，然后就是什么当持舍心。当持舍心。舍是什么意思？舍得
舍是什么？那个怎么说呢？吝啬的，相反，对吧？断除吝啬，断除舍心，要做布施，放下，这也是一个。所以这个平常我们在佛学里面所讲的所谓的放下是什么？相当就是一个满足，自己有满足心，就已经可以做到放下。自己如果没有满足心的话，那么你的眼睛长在你的这个头顶上，一直往天空里面看，天空永远是空的，不会有一天满的。所以我们要修满足心，这样才可以做得到怎么说呢？当是舍心，这个意思，能够可以做得到。然后不害心，害心是什么？那么伤害他人的心，那跟前面讲的一样的，你为了要伤害他利用你的各种智慧、各种设计、各种阴谋，就跟他讲好话，当面上你就跟他成为朋友，然后你就把他勾引他来作为朋友，然后把他想办法弄成他都会听你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趁这个机会，他的所有的事情，只要你有能力的情况下，你不要让他发展，不要让他发生所有的好的事情都是要断除，然后让他发生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他不愉快的事情像比如说他跟家人吵架，那因为他是最听你的，所以你所有的话都是用你的智慧去讲，都是实际上都是对他的家人之间把那个矛盾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最后呢就完完全全只能是分开，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因为你起心动念上面都是想要伤害他，那么一直表面上讲的都是他很喜欢听的话，或者是表面上做的都是对他有一些短暂的帮助的，但实际上都是断除他的前途感，断除他的整个的，如果是一个他的事业，他的真正的发展的路，都是要你用你的智慧把它断除的情况下，那就是造业的，所有的这个根本是你的起心动念就是伤害他。那么他在表面上看起来，他根本就看不出来你有伤害他，一直都是觉得说你是最可靠的朋友，所以我所有的事情他肯定要问你。这是一个表面上好的，实际上不好的，就是伤害他人的心。另一个呢，你有伤害他人的心，你实际做出很多伤害他的动作，那当然就是表面上也不好，实际上也不好。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这里所讲的就是内心的起心动念，不要有任何伤害他人的心。他是谁呢？一切众生，这里面包括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戚朋友、自己的仇人、自己的敌人，都是他人，或者跟我没有关系的所有的众生都是他人，不光是人类众生，所有的众生。所以我们的内心当中不能有任何伤害他人的心修饶益心是吧？是。不邪见，断除邪见，当依正见。那么邪见的部分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邪见的对境是谁？金刚师兄、金刚上师佛法，释迦牟尼佛以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一切诸佛菩萨，一个传承下来的，直至到你的上师，都是一条传承，
对这个传承上的任何一个人，你起了邪见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脱离下地狱的这个罪过。所以我们尤其是在修持大乘佛教的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这个方面是最重要的。因为对佛法，或者是还有对因果都有起邪见的话，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修行人的最基本的能够可以修行的基础是什么？当然很多人说信心是最重要，菩提心是最重要，或者是怎么说呢，那个有等等各种各样，全部都很重要。但是最基本是什么？相信因果是最重要的。不相信因果的一个人，完完全全没有办法修行。你心性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人也可以修行，但是你得到的多与少，要修多长跟多短的问题啊。你有没有菩提心？如果没有菩提心的人修行也可以，因为就是你只是没有菩提心而已，你可以慢慢修，菩提心越来越大。但是因果，什么因果是什么？相当就是很多人觉得没有前世，不会有来世，当下才是最重要的。你如果有这种概念的一个人，你完全没有办法修持佛法。正知正念的思想，而且是正确概念的人。正确概念是什么？从修行人的修行的角度来说的话，正确概念是相信因果，相信有前世，相信有来世，相信有生生世世，有因果轮回，这就是正确的概念。那么都是会想，佛没有加持，菩萨没有慈悲，佛法不会让我们成就等等这种大的这种邪见。小的邪见呢，上师不如法，出家人不如法，金刚师兄不如法，某某师兄不如法，某某师姐不如法，某某师姐说错了什么话，某某师兄做错了什么事，等等，这些都是邪见。所以我们为什么所有的这个佛教究称当中最高的大圆满法的真正的核心是什么？静观心。大圆满法的核心是静观心，清净观想，内外一切外起世界内亲众生，都是诸佛的净土与诸佛菩萨。以这种的静观心修持大圆满法，就是修持这个。那么这也是一个最直接最接触的，没有比这个更接触更殊胜的。所以从今天这里所讲的邪见跟静观行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有正知正念的思想，有实践的这个实践成的话，就是实践正念。那么在修持到某种程度的话，那就是静观行。在修法心的时候呢，就是舍无量心。舍无量心是什么？一切众生没有敌人跟亲人的概念，都是平常心。以这样的来说，因为舍弃对亲人的这种贪心感，舍弃对他那个出人的嗔恨心，这两个都舍弃，把它合并在平衡的平常的一种角度，然后再为他们发菩提心。就像这样，我们断除邪见是什么意思？那么断除邪见的话，你说断就能断吗？因为你是众生，
你的心里有很多很多想法。眼睛是什么？眼睛是能够可以收集所有的烦恼的一个门，耳朵是同样的。那么这些都是收集到内心里面，然后再过滤一下，从嘴里面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你用心没有过滤好的话，都是垃圾啊，奇言乱语全部都会出来，骂人的话都出来。原因为什么骂人？因为从眼睛里面收集的，用眼睛收集到的东西，用自己的内心过滤不好啊，相当就是生产出来的什么东西，脏话、骂人的话、伤害他人的心的话。但是你内心里面过滤好了，没有任何污染的东西出来，全部都是清净的语言，就像佛菩萨的甘露一样。你看到他人的不对，是你看到是用你的眼睛看到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修行人，修行人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心？净化这些所有不清净的东西，从眼耳鼻舌得到的所有的东西，从内心的大菩提来净化，要变成菩萨的甘露。这就是一个修行人的身体作为一个生产的机器的话，那么就生产菩萨甘露的机器，生产净语的甘露，并不是生产垃圾的甘露，也并不是生产那种污染的产品的那个机器。要这样去想，这个机器的最主要的怎么说呢？那个能可以改变的是什么？内心啊，所谓的放下，我们内心清净，能可以放得下，一点都不难。内心不清净，那么在一直不断的就创造垃圾的话，永远都放不下，一直都会创造到最后到落在病床上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改变，那下意识又是开始。我们前面有讲嘛，过去自己有所造的业，今生大概也知道过去所有的业里面，我比较喜欢造哪种业，我有修了哪些善，但是以后得到什么样子的人生也是今生啊。你到了病床上的时候，都是你对心没有办法清净下来的话，下意识一样的没有办法清净呀。那你如果是到了病床上的时候，你就断除实践的意愿，能够只有一些轻松，那也并不是说你那个身体没有病痛，身体呢就是身体，肉体是肉体，永远是肉体。你生病，你一定会有痛的感觉感一样的，身体的一切的变化都是有。但是修行人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内心平静。那个时候你的手不需要绑在病床上，不会抓胸口，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你把实践的所有的这些不清净的语言都可以断除，轻松的。那么你下意识是什么？那肯定就是非常殊胜的再来转世在人间的话，也是继续修持。如果是你中阴的时候，或者是在没有成佛的情况下，你再来的话，也是继续修持啊。所以从小有因缘可以修持佛法，从小就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习惯，都是好的。没有，相当也是在过去没有不良的记录，就相当也可以这么讲。所以呢，就是下意识也是一样，会越来越好。修行人都是说，只要接触到佛法，能够修得好，越来越好的意思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今生学习了佛法以后，你会越来越好，你感情越来越顺利，身体越来越健康，事业越来越发展，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些都是看过去的因缘、过去的福报、过去的业力、因果。因果谁都要承受的，佛菩萨都必须得要承受因果，所以我们一定要承受啊。但是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把怎么去利用我们自己的身苦意，创造下一世或者生生世世当中能够可以成佛的这一天，要等到这一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资本责任这广州